台南的梅岭风景区即阵梅影开始咧采收，不过旧年咧开花结籽的时，煞拄撞上大雨，温度悬，吹小风，地区在整体产量大减，应该是剩无到3成。种梅影农民趁天气还袂讲介热的时，赶紧去采收梅影，啊，毋过采收半工会当收成的煞干那一点仔尔，剩的拢是伤细粒、细袂大的。应该是气候吧？气候啦，对啊，无水又话是袂大嘛。今年以梅岭来讲啊，较悬海拔咧，因为伊12月底啊就开花啊，所以迄个拄啊撞着气候无好，迄时拄啊撞啊落雨，所以迄批落雨了，有诶莲花苞拢流去，所以后续来讲，伊中期甲慢花都拢无好啊，调过了伊也无足稳定，所以你若气候一寡较大诶变化会引起伊涝果。咱若以结果率来讲啦，可能只要大概活伫咧3、4成安尼啊。即马梅岭梅影长大出，嘛是愈去爱去观光的环境。也毋过当地悬海拔的梅影树，去年12月底开花的时，煞拄着大雨，严重冲击着结果率。那今年1月中的2期花，结果率虽然有较好，煞搁拄着落雨，日时也介热，影响着整体的收成。目前在农业局尚未接获到有民众向农粮署一个反映局持续请公所继续来巡查，随时了解梅子的生长状况。如果有达到灾害补助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标准，我们立即会启动那个灾害的一个勘查。梅岭是台南重要的梅影产地，根据农粮署统计，全市面积差不多312公顷，收成1684吨，排国内第3名。今年受极端气候影响，产量有较少，不过今年雨较济，环境担心梅影比去年大2、3倍，这会当用重量来弥补收成的不足。除了梅影，台南的山影嘛，因为拄着小风国温差大，产量可能会减少。后续水果的介绍恐惊嘛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